用過就知佢唔係粉底咁簡單啦，係天花板級數 No.1 嘅冠軍氣墊啊！保證你嘅底妝可以 keep 足8小時，唔使再驚變粉樣啊！大家都知道我係混合肌噶啦，Sleek Swiss 嘅 V 面水光皇后氣墊真係超好啊！我中意佢嘅原因就係粉感超級細緻啊！上咗妝都唔似化咗妝噶，因為佢同時間結合咗防曬、遮瑕、調色同埋粉底4種功能，拍一拍就掃走膚色嘅暗啞唔均勻，光位仲有種原生嘅玻璃膠原感。加埋去水腫嘅配方即時 V 面，入面有50幾種保濕精華同埋白泥露醇，仲有高濃外泌體，呢個妝感真係超靚啊！皮膚睇落去咧又好水潤，又冇瑕疵，加埋 SPF 50PA+++嘅高系級防曬，真係曬足全日啦，都唔怕曬黑。佢嘅遮瑕能力啊，簡直係達人級數啊！我嘅雀斑拍2層啊，就可以輕鬆遮曬。以前用其他氣墊成日都會浮粉，遮唔到瑕疵，而家出街8個鐘冇補妝都仲係咁水光肌，加埋玫瑰仙子嘅爆水減，可以幫助肌膚24小時鎖水貼妝啊！今日入手咧就減500蚊，快啲打皇后 get 同款啦！